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你有去暗时去甲人聚餐，食到秘鲁嘛？中国木马弄来，大量的补贴秘鲁呢挂着外国牌，敢算倾销通好甲动起来？啊，阁有更替嘛共款待吗？敢是中国物件早就甲你分不开？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前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研究員張玉謙。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蔡玉珍。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呢，在線頂的是台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副教授李禮中。主持人好，觀眾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先來關心，這個秘魯是什麼一回事？中國進口的秘魯呢，要變俗價賣來台灣，那親像呢要來西山地衝擊咱本土的槍聲。那麼為咗保護國內產業，7月3號開始，咱來對因來扣着臨時反傾銷稅，扣4個月。桌頂放各種的麥芽酒，敢若看外包裝英文 logo， 叫是來自歐美，有的還佫寫大的台南牛肉湯，互你叫是台灣的，也毋過這其實攏是來自中國。那它中國福建寫在哪裡？寫在這裡，芝麻一樣的字，但是呢，它大大的給你一個原產地無關的，叫做屏東黑鮪魚、台南牛肉湯。我們在4月22號就發布了一個解釋令哦，產品的容器或外包裝，你的標示只能誤信哦。那這樣的話可以依法來給他，就是處罰。考慮目前已經輸入的進口酒愛時間換包裝，財政部和進口業者完成期新制會為明年起生效，違者相關會當罰50萬罰金，無改正也會當按處罰。不過除了換包裝，中國麥芽酒也透過價格傾銷，在台灣市場的市佔率為109年16.4%，到今年第1月已經達到36.1%，特別甲台灣的麥芽酒市佔率高車。這5年來，中國啤酒進來台灣已經來了160億了，那相對的，只要掛着台灣的品牌，因為在它的在華註冊信息不完整的這樣子政策之下，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過去。在南部，他們的一個方式就是，只要廟會只要有這樣的繞境，他們就整箱提供，整箱再送。這個部分對我們這個台灣菸酒造成很大的影響。今麥政府也出手，對中國產製進口的麥芽酒甲特定節贈品，初步認定有傾銷記錄，有為防止台灣產業繼續受害。7月初3起，會扣為期4個月臨時反傾銷稅，對中國麥芽酒像麒麟百輝，扣稅率是13.13%加33.85%，其他製造商像青島是會扣到64.14%。大家放心哦，因為這是初步的認定，所以接下來呢，我們財政部呢，為了驗證它這些回復問卷資料的正確性跟真實性，我們會到他們廠商的實際的營業場所去做實地查證，再去測算這些最後的這個傾銷的差率。對中國麥芽酒傾銷的最後認定審計小組，除了以產業損害等因素為主要基礎，也會斟酌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影響，上近10月就會有決議，敢是正式扣反傾銷稅。公視新聞採訪報道。那麼觀眾朋友睇下就看到啊，其實這題目哈真簡單，但是嘛真複雜。除了秘魯開始以外，還有更替，還有你生活當中的大大小小的物件，攏涉及到，因為今嘛。中國嘅內銷嘅市場呢，縮小了後，真濟你在網絡頂頭看哦，透過因嘅即個平台來遮賣甲吼，真正俗甲你感覺講你無買，你會對不起你家己。秘魯敢是安尼，咱甲扣着即個傾銷稅，即個合理嘅基礎甲正當性在哪裡？我要先來連線吼，要請線頂嘅李老師。李老師嘛做過公平會的這個委員吼，我雖然公平會無一定是處理這個國際貿易的傾銷啦吼，但是就這個公平貿易的這個觀點來看，
李老师，你安怎看这个扣秘鲁的这个反倾销税？我这个反倾销税就是讲，因为这是国甲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啦，跟公平会较无关的。公平会管的拢是咱国内一寡竞争的问题。当然，外国对咱的竞争嘛是咱会使管，但是迄种竞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啊，是不是未来这个咱秘鲁的代志会行到公平的，也不是嘛有可能的啦吼。啊，但是今日来往贸易的看，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吼，咱会感觉讲。这个反倾销税来克征这个大陆的秘鲁哦，其实是有迄道理的。其实咱这个对这个大陆这摆的秘鲁，其实不是讲诶大陆摆，应该是讲踮咧大陆生产的秘鲁啦。哦，啊，因为这生产秘鲁，这个大陆吼，互伊真悬的这个补助啦，补助咧伤过分啦吼。啊，所以因只有一罐吼，补助甲差不多5块左右的迄个。介绍的迄个差别吼，所以咱就要政府在这重视。啊，为什么对这个反倾销，咱有感觉讲已经影响到咱台湾的这个产业吼？咱有放3点来看。第一点就是讲，这个对咱国内产业吼，是不是有这个产能利用的因素？啊，另外就是讲营业利益是有受到损害。啊，另外就是个投资报酬率啊。所以咱即摆政府感觉讲。这个大陆的进口的这个秘鲁啊，已经有这个3个问题，已经拢造成咱台湾这个秘鲁产业吼实质上的损害哦。所以政府唔再要给伊课这么高的一个税率哦，也就是倾销税吼啊，从这个13%跟这个64%左右吼啊，这是其实有这道理的。那我们希望讲大陆吼，这唔是讲袂使将伊好的物件上来。但是应该用公平的竞争才会使，袂应该讲哦，政府该补贴了，用迄真俗的计算吼，啊，送来咱台湾，啊，把咱台湾的秘鲁产业拢拍败吼，其实是真无好的一个方式吼来做这贸易啦。啊，所以我就感觉，啊，咱政府即摆吼，拄这个时阵徛出来吼，替咱台湾的业者吼来讲话，甲咱台湾这个支持吼，是有伊的必要性啦吼。以上。老师，我加问一个问题吼，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讲，如果那某一个产业，我莫讲个别的产业，我讲某一个产业吼，伊在台湾的发展吼，大家也对于这个产品也无已经讲介有这个介欣赏，啊，这个大家毋是秘鲁啦吼，秘鲁大家真爱啉吼，台啤哦，大家真爱啉，但其他的物件。啊，伊若做甲寥寥小小，啊，但是人外口做佫好佫俗，啊，即阵时伊咧业者伊若起来出来，伊就讲袂使，我已经吼后咧剩咧喘气啊尔，你哦拜托诶，爱甲我动起来，爱甲扣税，这可不可以？这个部分哦，如果咱台湾的业者不争气吼。啊，靠外国的这物件拍败吼，人无，完全是公平竞争的。我感觉政府无需要支持这种产业啦。哦，业者自己都要家己去想讲，为什么咱家己无法做这个竞争力不够？啊，这是迄是另外一个问题。哦，也就是讲，外国业者伊是完全没有接受政府补助，无摕到另外无公平的这个政府的支持吼。啊，那伊的商品就是俗。佫品质佫好，啊，拍来咱台湾的业者吼，其实家己都要问看卖讲，为什么咱的品质无法度做甲尔好啊？而且介绍不够，无法度甲人竞争，家己都要检讨。但是我是感觉别人也做会到，咱台湾应该会做会到啦。啊，只是讲是咱台湾的业者，家己都要检讨，甲咱的产品做较好，咱的介绍做较好，完了有这个机会，佫甲外国产品拍出去咱台湾的市场啊。老师，我佫一个问题吼。加，但是听起来敢若不伦不类吼。但是这会当值得吼，老师的回答值得大家来斗阵思考。就是讲吼，台湾也无咧做这威士忌，无这个做威士忌的条件啦，也无种麦啊嘛，吼，也无安全。但是台湾即马做威士忌，莫讲倒一个品牌啦吼，真侪品牌，一出去了后拢得金牌啊，吼啊，甚至咱台湾的这个工艺局吼。
伊嘛开始咧做威士忌。是。即阵时，因就拢无要求讲外国的，但是外国要入来即个威士忌，其实这可证这个税是真悬哦。是啊。哦，真悬哦。老师，你认为这个现象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还是安怎？这是无拄啊好的代志，还是安怎？要安怎来理解？这酒点咧国内生产的，有咱咧国内的税制。外国就等来要来咱台湾有一个进口税嘛，所以这就是讲，这可讲起来可能这个题目吼，来看起来讲，安那外国的酒，你来加进口税了，佫法度甲咱台湾的酒来竞争哦。虽然价钱无共，但是有发觉讲，因讲品质好，还是这个口味好，还是这个因感觉啉起来靠这个哦，有这个。所谓的荣耀感或者是什么，迄个另外一个因素。但是目前这个威士忌来讲，咱台湾伊的生产，有伊的迄个人介意的迄个爱啉的一个客群啊，外国客群，但是目前看起来，现在还无产生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啊，因为各有各的这个市场生产地，生产地了，咱台湾用台湾的货物税，还是台湾的。这销售税的一种，但是包括你个国家的进口税啊，所以这是不是这个基础是较无共啦。是，所以老师讲到对，就是讲爱问题发生啊，已经开始有败害啊，才有通开始扣税啊来处理安尼，是这个意思嘛？吼。是啊，我们对来就是讲，即摆咱看这秘鲁进口，确实在大陆真夭寿吼，甲咱往这补贴了，啊，互因生产的价钱变低。你看迄个青岛秘鲁摕到7亿的补助啦，百威摕到18亿的补助啦。哦，咱结果因为一贯拢俗套，咱台湾的5块来咱台湾市场啊，甲咱台湾秘鲁讲啊，大家拢安尼，拢倒去啊。啊，所以这政府就要徛出来，对咱的业者吼，受到这无公平的竞争哦，咱就要勇敢的。替咱台湾的厂商来支持，讲你袂使，你大陆做的秘鲁袂使呢，用这种方式来拍咱台湾的秘鲁啊。好啊，老师，你简单在线顶稍等的吼，我刷来这个病来吼，啊，咱再来听其他3位的讲话吼。刷来要请教王老师吼，他对李老师已经讲了吼，讲是，伊认为讲即摆来扣这个反倾销税吼，拄啊时机也对，啊条件也真十足，所以这有正当性。但我的疑问吼，我唔是讲赞成无赞成，我的疑问是讲，其实咱过去这30档，咱台湾本土的产业吼，去互中国产品太死的吼，无1万项嘛有1000项。那么迄阵时，咱是唔是有这保护啊？扣关税甲创啥物甲动起来，还是讲无啊？这就是自然。啊，因要买啊，大家欢喜安怎？咱要安怎来理解这项代志？我觉得主持人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啦。那这个大概是经济政策上面的两难。第一个是我们到底要保护他们将来会不会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汽车产业。另外一个是我就直接自由开放。啊，可是自由开放会有个问题，因为在经济学上面叫做比较利益法则。那美国的每一项都比我们好啊，那我们如果一开放，我们就只能做最初级的产业，那美国就做比较高级的产业，那这样比较利益不会更动，所以回过头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保护，那我们才会比较利益。回到这边来讲的话，就刚才老师有讲到，其实回到啤酒或者任何的中国产品，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公平贸易。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公平贸易，在全球的商业里面竞争，那当然我们是赞成说，你尽量还是依照国际规则 ，WTO 都有规则。那么它真的违反了，那我们再反倾销。可是回到这个案例的话，你可以看到大量的补贴。那刚才有看到啤酒工会说的，那是有形的。所以我们如果观众去理解的话，我先讲中国，再讲台湾。中国的话，它有中国酒类“14·5”规划，那是全中国大陆北京的。到了贵州，它有“14·5”规划，
到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比如泸州市，它有提供了我看一下哦，它提供了5亿的产业扶持和10亿的政府引导基金，一个泸州市。所以你对比到台湾的中央政府一层补贴了，那到了台北市又一层补贴，那你可以想象大安区还有补贴，所以它是3层补贴下的酒类或者任何的产业，比如说比亚迪电动车等等都这样。那更夸张的是，除了这些看得到的钱，那么在那个重庆的啤酒，广东啤酒，它有博士后研究站，就是聘了一大堆博士后，像中研院那些人，专门去研发新的啤酒，嘿，然后这个钱谁来？财政部补贴。所以不只是你看得到的补贴，还有后面人才的补贴，然后去形成这个产业。那这种产业，当然它的价格优势。老师，咱退一万步来问吼，我就是社会主义啊，我集中人力来办大事啊，我就是我的体制就是安尼啊，你来我何啊？但这边回到就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国内就算了，他还卖到台湾，那这样会回到之前面板业的问题，他把全球的商品先打趴了，厂商全部退出之后，他又再慢慢把价格提升上来，变成他先去低价竞争，然后再事后再价格回补。中国已经用过很多次这种方法，所以如果台湾不去抵抗他这个行为，到时候台湾的啤酒业都没了，那你只能任中国宰割。哦，这就是种保护主义甲自由贸易之间的这个权衡吼，要安怎来想？那有欠恁安怎看？是，我是感觉吼，我个人嘛赞成拄啊国山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哦。这个补贴确实是一个补贴是一个足无公平的代志啦。不过这补贴吼，讲实在，这届咱经济部这个调查报告哦，讲实在要注意的是讲补贴是我们一般在 WTO 在讲的补贴是出口补贴，比如讲你这10块，吼啊外口我补贴你5块。啊，你会当出口有竞争力。上后尾迄站。对，一般咱讲是出口补贴，但是拄啊，国成老师嘛有提到讲，这个补贴哦，你包括水电吼，比如研发补贴，这是不是咱 WTO 内底补贴标准？迄有可能是模糊地带哦，嘛可能嘛是稳准的，因为阮台湾其实嘛有的产业嘛咧做这个代志，好，所以这届倾销这个调查后壁要去你一个逻辑要完整，就是讲你要有比较强烈的一个完整的逻辑，就讲啊，这个补贴开始是影响到价格，好，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产业，好，这个逻辑因果关系要完整，咱这个调查才有这个意义，嘿，啊，但是徛伫我属灵的观点啊，我嘛是感觉台湾的米路哦，这个产业要保护，因为这米路哦，不是工人可能台皮不是。工人当然是一部分啦吼，但是很多小农啦，啊，我刚刚产出，我很羡慕像日本有足侪地酒，好，比如讲伊去福冈啊，还是什么大阪都有他自己的风味特色地酒，阮叫地酒，我嘛希望讲台湾有一天会当有这种风气。你讲到地酒吼，我来想，因为我所知啊。日本是一个保护主义真强的所在，所以伊的地酒是安尼辛辛苦苦，这差不多7、8、10担，才甲花起来呢。对，无问题。啊，所以咱爱安尼吗？我是足兴盛的啦，我个人啦，哦啊，所以我嘛是赞成讲会当保护，就是爱保护起来安尼，对。哦，但是我他会记这个例来问李老师，就是讲。比如咱台湾做威士忌，就是无中生有啊。对啊。吼，伊无中生有嘛，做得真好啊。甚至韩国人，即摆韩国人真爱买迄牌呢，挑工哦来台湾，一人一罐无够，佮拜托人安尼，即摆起价起大价。对啊。啊嘛有即种，所以这产业这个问题吼，风味啦，比如讲，我若讲台湾猪肉吼，我问过饲猪的人，伊拢唔惊。因为咱台湾的。肉吼，猪肉无一个咸，对啊，吼，咱是吼，拢有腌起来，吼，啊，而且吼热天时拢呛水呛啊，清气溜溜，那外口就无，外国也无可能，所以恁尽量来，我唔惊。对啊，
啊嘛有安尼。对。所以要安怎来看待叫经济？其实吼，要讨论这个题目的时阵吼，我拄好迄天伫咧大卖场，啊嘛咧参考讲，迄个麒麟巴比尔，就是咱这边这个工会协会提出要调查，啊结果出来讲啊，这吼这几年吼去互中国制造，但是大家拢认为讲啊，这是日本品牌啊，边边同款的麒麟吼，伊是麒麟巴比尔吼，我应该互大家知影讲，哦，伊是黄色的虾，伫珠海做的。啊，另外金色的另外日本的，啊，但是你甲比较介绍哦，边边同款迄种大罐的细罐吼，一个就是189，另外迄个145，所以一罐安尼差超过10块，你就感觉讲啊，我都热人要啉者秘鲁啊，我都买迄上俗的就好，结果你根本无注意看，你个唔知影讲伊是中国制造，所以这边上大的问题就是讲消费者拢认为讲，伫卖场内面啊，迄上俗的，迄即摆有咧做活动，吼，伊就是特价，结果才发现，你若无去深了解这个问题，你根本唔知影讲啊，迄中国制造的，吼，以为是美国品牌的雪山百威，迄个雪山个百威着，啊，另外咧。日本，大家拢迄日本品牌啊，迄阿萨希个麒麟，大家嘛知影讲是日本品牌，但是伊的公司叫做台湾麒麟，啊，但是伊对来，对福建来，对珠海来，所以这边会出这个大的问题是讲，过去差不多8、9年的时间，大家拢唔知影讲吼，这段时间台湾的秘鲁已经吼，在大家认为是日本品牌、美国品牌的秘鲁，甲拍甲当到塞外，所以上大的问题是消费者足侪，像我若无资讯不明，都毋是，就是讲消费者根本无了解讲啊，边边都麒麟，啊是安怎金色的麒麟啊白迄个银色白金色的麒麟是日本的吼。啊，伊迄参海尼根伫国外入来共款，就是介绍是大康的。因为因有入来关税的问题，吼啊，但是咧，伊即个为虾米巴比尔个雪山家拢会甲你促销，会甲你即个降价介绍，因为因伫中国摕到的补助，比如讲因一年吼，讲麒麟巴比尔这吼，因一年大概摕到20亿至18亿至25亿的补助，但是因销来台湾的销量。嘛差不多即个介绍，所以一定伊讲有足侪即个本钱通好伫遐拍活动，甲你拍甲东倒西歪，所以这才是这边为虾米台湾的业者讲即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大家嘛知影讲台湾秘鲁好啉，大家嘛讲迄第一早上青，对无？啊，大家嘛感觉啉起来是安那已经过去，咱讲过去，大家拢讲我爱啉台湾秘鲁，啊，若要外国进口的，我拢啉海尼根。为虾米这边海尼根嘛加入即个？反倾销的调查内面，因为着要拍台湾的市场，因来台湾设厂，结果去互中国制造，大家以为是日本品牌的麒麟，佮阿萨希去互跩假的日本品牌拍甲东倒西歪，所以因本来伫台湾设厂的时阵，准备要去的工厂，即马拢减起来，员工嘛减起来，裁员，所以这是为虾米这边台湾的业者要互政府要财政部、要经济部先调查了，才互财政部讲你要甲扣税。你才会台湾麒麟，你要对珠海，你要对福建，你要入来这的物件，互人以为讲你是日本的秘鲁哦，结果这个西山伊伫遐大港上嘛，啊中国为着要销这个倾销对我送出来了。佮甲你大量的补助，所以伊根本的本钱足饱的，通好甲你拍促销嘛。所以逐个品牌像台湾秘鲁，对本来6、7成，台湾的秘鲁哦，这本来6、7成，去拍到即马破5成，破5成是足侪厂，足侪咧生产秘鲁的工厂裁员。无遐济量，吼啊！海尼根嘛讲，我就本来答应要设个厂，我嘛无法度饲遐济员工，所以我嘛开始裁员。这问题则是这边为虾米？这个中国秘鲁的市场爬起来了，台湾的业界遮尔啊紧张，所以这敢若也袂到这个公平竞争，还是有无公平竞争的问题？这是行政权，台湾
本来遵照 WTO， 是你中国无遵照 WTO， 所以我甲你调查了，我要甲你加税，若无台湾这个业者会倒，这是问题出伫遮，毋是讲咱安尼敢若像欢喜茶入灶，我要甲伊扣税吼，是要保护台湾的业者，其实毋是保护台湾的业者，是因为伊的制度竞争无公平，已经甲台湾的业者拍甲活袂落去。是我要请这个线顶的这个李老师吼，我另外一个问题吼，应该是两个平衡性的问题。我差不多20-30年前吼，去甲捷克有一个都市吼，叫 Budweiser， 吼，你伫生产吼，这个百威秘鲁的这个都市。但是伊吼，在我所知，我毋知影资讯对毋对吼。50-60年之前已经去美国厂买去，伊变做美国品牌，吼美国品牌了，即嘛美国人走去中国来生产，吼。那么这拢是资本要寻求最佳的利益，伊会走，无祖国。那么，咱应该如何来看待讲，伊即个资本，比如讲伊本来是日本，走去甲中国生产，乃至到讲产生着补贴倾销。另外一个问题，吼，我问题较复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即摆有零关税先例啊，吼，嘛毋叫先例哦，讲袂使叫先例，零关税牛奶入来台湾。但是咱本土业者袂使，恁这毋是叫做先例，阮爱立法哦，立法上好来立法就讲，我有一个标章，讲我这才是先例，哦，这两项代志拢意味着讲，咱要如何，什么情形之下要来保护咱本土的产业，倒一种保护是应该。比如讲，我比一个例，咱这原子笔，我相信即摆伫台湾已经。无啥有这个厂咧生产原子笔啦，那么这个原子笔可能伊也是拢自动化生产，无超几个这个员工，会造成家庭破碎，会趁无食的人也少。要如何来保护这个原子笔的？我的问题足长的啦吼，来李老师。是照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即摆全球化了吼，真侪厂商吼。除了伊日本国了，拢去其他外国设厂吼，全世界嘛为着即个问题吼，想过真侪方式，惊讲即个产地迄个消失了吼，所以嘛规定讲产品点要对呾做对点要倒一呾，就要写伊的产地国啊，原因是伫遮。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迄个税率无共，每一个国家的迄个卫生的标准啊拢无共啦，吼。但是因为这产品真每一个产品的公司拢重视的品牌的迄个品质规定啦，所以大家拢会相信品牌，较无伫看讲伊点要倒位来生产啦。所以即摆为什么咱的大陆生产的外国米乳吼，大家咱。台湾老百姓哦，伫啉米露的时拢袂记讲，这到底是倒在出产，敢若会记个品牌尔啦。所以这大陆嘛真巧讲，为着要吸这外国哦，去因踮大陆设厂吼，所以用补助方式，咪因为因有品牌迄个优势吼。虽然台湾人伫啉的时候拢毋知讲，这百威啦吼，这个麒麟吼，其实这米露已经拢是伫大陆生产啦，所以拢袂记。但是啉愈多对台湾的。米露哦，这产生愈多损害吼，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全球化所引起。所以目前咱台湾针对这个问题吼，开始用这个反倾销吼，其实是正确的做法。不管讲伊个品牌是对的，因为大家想讲这是美国来，其实唔是安尼吼，可能就是咱用以这个米露是对咱生产过来，咱来对来做这个吼来个规定甲禁止哦，还是要个处罚哦。较有这道理啊！就是讲咱即摆一寡咱台湾的产业吼，可因为这个无法度竞争哦，或甚至咱有新的产业要发展哦，这 WTO
这有规定讲，如果咱有一寡新的产业要发展，咱其实会使对一寡相似的同款的品牌来台湾吼，咱会使采取一寡这个规定吼，互咱的台湾的新的这产业有新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像主持人讲的，咱台湾一寡是不是原子笔啦，一寡什么笔啦，要搁继续要发展起来吼。其实咱会使用 WTO 一寡保护这新兴产业发展吼，互咱的一寡迄落无摒头的这个新发展的物件吼，有法着踮咧台湾的发展啦。但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吼。所以讲，就针对主持人讲的讲，这个全球化所产生的一寡新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模式吼，其实咱政府原来就要较注意的，唔通讲因为大家消费者嘛咧注意讲咧，虽然讲品牌是共，但是生产地是无共的哦。第一是感谢李老师哈，我刷来病来哈，要来请教这个王老师哈。他昨老师也讲过，唔那是咱头下讲的秘鲁更替，咱即摆咧扣伊的更替，吼，即反倾销税，刷来还有电池、汽车、太阳能板，看起来在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伊无所不至，伊所有物件拢有涉及到补贴。咱台湾要应该如何来做这个运用呢？亲像川普共款，来我就甲你扣税，而且你生产地我嘛甲你扣，我就会记得我超过20年前，我就去采访迄个马桶，我就知影讲这个马桶拢生产地，咱甚至迄批做的。以及中国生产做去到印尼才进来咱台湾。20年前都安尼，这无所不至啊。咱要应该安怎采取这种态度？因为我嘛想，我今仔早起来去听这个台积电安怎晶片安怎发展，当初时咱嘛甲补助咱的晶片的产业啊，应该爱补助什么？主持人问到问题哦，先补充一点。还是回到啤酒的问题哦，主持人问到，当然那个保护与否，这是台湾内部的问题。可是事实上，在两岸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在2022年，它出了一个叫做《进口食品境外生产注册管理规定》啊，就是你没有符合它的管理规定，你的东西都不能够进口走。所以台湾的酒类现在是几乎是零进口中国大陆，这不对定嘛？对啊，所以它的东西大量卖到台湾，可是台湾的就算有再好的品质，也卖不到中国。那这样的产业怎么生活？我们常常一定没办法撑它太久。所以这林林总总的也是社会主义的特色，他们透过各种的卡关，比如说最有名的是食品嘛，我们的水果嘛，就是发现有介壳虫啊。所以台湾的那个农产品就进不去啊，渔产品就进不去，就卖不动啊。所以可是它的东西大量进口到全球。最近最经典的案例是洪都拉斯的白虾，他现在又说要进口。可是这种都是这种政治上面的答应，就有点像台湾当初的契作，你政府有钱或者高兴了就给台湾或全球一些进口额，那你不高兴就收走，像是越南的榴莲和泰国的榴莲，现在卖不进去了。那所以这种都不是市场操作，所以跟这样的国家做生意，当然就会很不确定。那接着再说到主持人提到问题哦，现在中国大陆面临到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最新的数据是。产能利用率只有74%，国际标准是75%，它比国际标准还低1%。什么意思？大概就是它有100台的机器，现在只开75台，那剩下的根本就25台不开的，因为国内的库存太严重。我们估计过嘛，就是它的库存大概跟3年前比是多了3倍，所以1年增加1倍，所以它的东西卖不掉，一定会倾销到全球。所以第一个，为了保护台湾免受这些倾销，我们当然要阻止。
另外一个是在这个节目也上面说过，川普的关税一定会有毒丸条款或者中国的因素嘛，所以可以看到越南的洗产地好像陆续揭露说，印尼虽然19%，可是针对转运也是有额外的关税，所以陆陆续续都谈定关税之后，假设台湾是就算再差跟日韩一样25%，那聪明的中国厂商当然会经过台湾再卖到美国去啊，他自己直接卖是50%，经过台湾卖加个台湾的关税也不用50%，所以我们当然会认为这一块是后续台湾要面对的。那这面对之下，不见得都是好处，也会有代价，因为两岸的贸易越来越疏离，那中国会不会也针对台湾的东西进行更多的对嘿？所以呢，或者是更多的非行政手段，我们都不晓得。所以这样子其实对台湾也不是完全都是好处，也会有坏处。OK。好，拄啊讲到这个主持人讲到这个保护产业吼，虽然我家己读经济，照理来讲要支持自由主义，支持比较力，但是啊，有一点我是感觉讲，至少这个产业，我们要先去定义，就讲如果针对国安问题、国安的问题吼，这个产业咱来保护，无你因为即摆这个地缘政治的状况吼，你国安的物件吼，你若无去保护，迄你以后会足惨的，尤其台湾的状况是足特殊的，吼，所以你讲产业要安怎保护，我是感觉第一项你就会先去定义什么是国安，家己国安有问题。好，比如讲你牵拖还是什么扫把，迄无要紧啊。那中国要你来，我是感觉无要紧啦。吼啊，而且针对弱势产业，你若定义好国安的问题了，接下来就是讲先辅导啊，产业政策去甲保护，然后关税保护。啊，你辅导扶植的这个期间，伊若无法度壮大，啊，伊拄着瓶颈，还是讲啊，这真正是无法度竞争，你可能要寻求国际合作啊，比如讲甲菲律宾，哦，比如讲菲律宾的成本较低，还是讲菲律宾有原物料，哦，你要寻求全球供应链合作，哦，所以保护是拢爱保护啦，哦，包括我拄仔讲的这扫把，你要保护嘛是会使。但是重点就是辅导落去了后，你有法度，有效果你有效果对，这是重点。啊，国安的问题是安尼，就是我讲，保安是可能要保护到底啦，那爱内喙啦。吼啊，其他的产业以早的经验就是讲，我先保护，吼啊保护啊，但是你做牵拖的啥，哦，这都无法度啊，吼啊。就慢慢开放辅导转业转型，但经济部有足侪这种基金呢。我看了讲，经济部真侪基金拢咧做这辅导转型，辅导啦。对。哎，但是你认为迄成效好啊歹？有诶嘛袂歹啊，有诶嘛袂歹。我是感觉，比如讲咱农业部内底有辅导一些小农哦，即摆小农就我拄仔讲诶，有诶酿造啤酒，迄嘛不哩好啉呢。就好哩啊！阮即摆有一寡农产品，小农产品，比迄种大牌子的食品，哇，迄什么不管是咸的啊、辣椒还是什么胡椒啊啥，我感觉拢足好食的。我就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刘真姐哈，因为咱台湾这个海岛型，类似的市场小，经济规模嘛是小，吼，所以。一开始真侪产业拢安尼上空上芳吼，咪咪唧唧，无要去讲行即个人已经咧做的主流的，啊，才会安尼行来做精品的代工，哦，像安尼，刷落来咱还佫有啥物空芳，通嫩到有通做家己，做咱台湾家自己的即个产业，而且有够强，有够勇，你免惊讲别人来甲你吞大。其实吼，之前即个讲的吼，台湾上大的高科技是AI 足强的啦吼，所以你若看到那个男人黄仁勋吼，伊咧带头咧讲哦，即摆迄个 HB200啊个遮个物件，你看今年的出口对4月、5月、6月对川普开始咧扣关税了，咱的出口是直直增加，最主要就是台积电的产品出口的量是有够大的吼，所以那即摆伫个高市的台面上。高科技的物件，
其实是非常AI 的物件是非常有竞争，就是讲中国也无在条甲你拍败，因为因无台积电的迄个高端晶片吼，因较高端的三米个3奈米个2奈米嘿。伊这个拢完全无法度，所以台湾当然嘛有伊的优势，但是咱今仔要讨论的是讲吼，中国伊认为讲这个产业我会当甲全世界拍好倒，吼，像咱大多讲的秘鲁是，咱本来以为讲咱拢啉台湾秘鲁啊，结果咱会知影讲，迄假的吼，伫中国生产的日本牌、美国牌，甲你拍甲东倒西歪，拍甲咱照这个 WTO 游戏规则，但是中国无咧甲你照这个规则啦。钢铁，我讲钢铁偌严重啦。过去吼，我咧投资中钢吼，拢一个月就一个月甲买一张吼，赚的薪水甲买一张。你若照即马吼，迄钢铁业去中国拍甲东倒西歪，你若投资中钢吼，这几年你拢稀咧咧。为什么？迄中钢吼，中钢一栋的成本，伊的计数吼，对900、800、600，即马降到变500哦。变500。即马一栋500嘛吼，你敢知中国偌济？中国甲你拍到全世界吼，即摆伊全世界超过50%是伊的中国品牌拍出去的即个钢铁，吼，这热轧两家遮，你就是咧起厝的吼，啊，什物东协啦，在一带一路这国家，伊拢甲你拍出去了吼，伊一栋100块至150块的美金，对150块就是甲你降到100块，100块一栋吼，100块美金一栋2000几块啦吼，2000几块。讲吼，这比低的饲料搁较俗啦。你咧卖中钢的卖即个钢铁吼，一栋安尼对900落到500，用要无利润啊吼。伊甲你拍100块美金，你是要哪什么拼？你稳倒的嘛。所以台湾像这边是因为中钢啊，搁中粮、搁中红、业辉这个产业，这个公司拢已经用要倒啊。迄毋是讲实话吼，迄大叔，你看大叔。为什么本来拢100外要我100块，啊要落到破30块，啊即马大家才讲哇，原来吼大叔最近起来，大家敢知影什么原因？就是美国讲吼，我要开这个页岩油啦吼，啊大叔会使参我合作，就是行美国的路线，所以大叔即马吼对30出头块开始倒起，起到用要40块啊，就是因为美国讲吼，我这个页岩油吼，参你大叔来合作，啊但是伊去中国，伊去昆山，伊去。这个台塑四宝吼，佮塑胶已经去用拍到东倒西歪，拍到讲台塑四宝是用要系列咧，对股东最近拢大家叫甲拢哀叫安尼，所以吼钢铁，大多用这个计数来看，你是要安怎参物拼？安尼甲你，秘鲁吼，我大多讲秘鲁，你对去日本的海尼根呢，一罐边边拢40-50块。伊甲你30几块，你想讲啊，我都买一罐秘鲁的，哪有差啊济？歹势，足侪人都会感觉讲，我俗俗啊啉吼，啊来即个挤喙焦安尼就好。所以伊就用计数安尼甲你拍。所以钢铁嘛是，咱毋是讲咱要保护中钢，咱毋是要保护讲哦，咱中钢的品质好，啊是安那，互中国拍甲安尼，所以咱爱甲保护，所以才会要甲扣即个反倾销的税，毋是安尼，是因为。因所有的物件，像足侪人嘛咧讲啊，哎哟，中国的电动车遐尔啊好，台湾是安怎毋卖？你若互伊卖了吼，毋是讲咱的女量爱保护，是因为伊的遮的物件，伊拢包括伊去泰国，足侪人嘛去买迄种泰国制造的即个电动车，啊是讲哦日产日产，结果才知影讲啊，迄中国去泰国设厂，吼去曼谷设厂，才卖来台湾的。买的人，足侪人拢后悔，就是感觉讲爱品质，足侪认为讲啊，伫中国咧买咧比亚迪咧买这电动车都袂歹啊。但是因拢共款用补助的，甲你头啊安尼咧展览的时阵看，迄车足好的，但是品质实在是袂讲介好啦。迄偏偏共款啦，迄偏偏共款讲衫啦啊。迄个什么家具用品啦，
足侪你伫咧网络买，拢嘛是中国制造啊。你无注意看，拢嘛是中国制造。但是我讲平平，阮母也要一个鼎就好。你台湾的鼎一个爱1500以上啦，中国的鼎一个500啦。啊，但是你要买迄种中国迄个镀锌，这食落可能唔知有毒啊无毒的物件。你对网络买，即马拢甲你写制造产地啊中国啦，你根本都唔知影。所以这敢若像吼淘宝迄个时阵，咱咧大量伫进货，进价已经几啊10亿啊。有要几百亿，大家讲啊，安尼拢无扣税，才开始重视淘宝的问题。所以台湾即马更企业啊，个秘鲁，咱才知影讲啊，伊个假的啦。第一吼是中国的制度要甲你拍市场，第二是我大量甲你补助到你所有的业者完全拢活袂落去。其实刘经济啊讲的吼，毋那即两项，咱来看这个图表顶头吼，咱国即马有10件反倾销的措施。有8件是针对中国，吼，毛巾啦、过氧化苯加硒啦，吼，拍烂的水泥甲塑料，啊，特定的即个阿鲁米的杯啊，吼，啊，平面的即个印刷用板材啦，吼，不锈钢吼，零压的即个钢品，这就是中国的。这10项而已，咱台湾是真罕的讲做。反倾销税吗？老师，我觉得玉珍姐刚才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中国东西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就是它的品质可能会有些疑虑。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像才刚发生不久嘛，泰国那栋神奇大楼崩掉，那个钢是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它才可以卖这么便宜啊。那它的电动车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的安全系数不够啊。所以回过头来讲，反倾销是个手段，可是回到现在美国来讲，它更多的不是透过反倾销，它透过的是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案，就是强迫劳动。它管你说，为什么你的价格可以低到这么低？一定是有强迫劳动或有其他的关系，干脆完全禁止进口，而不是说我还给你课个关税。课个反倾销税，给你还让你进口，是完全禁止进口。对中国来讲，伊嘛讲我嘛真无辜啊！我的体制就是安尼，我这个省，我来对中央交代，我有 KPI，所以我来卖我的地，啊有这个资金来招商引资，啊大家来做，啊做了咧趁钱了，我就来分啊，我就过来投资。那伊的体制就是安尼，伊嘛讲我真无辜啊。那可是这里面还是除了钢铁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是啤酒还牵涉到是食安问题。最近中国大陆爆发2件事情，一个是幼稚园儿童的铅中毒，因为误喝到地下水；另外一个是这礼拜杭州直接自来水管去接到，所以这个到台湾你一打开喝了，如果是那个塞贡，那可能还味道还有；那如果是铅中毒。所以他们环保标准也没有提升的时候，它的水就会出现问题啊。可是因为它不重视环保，所以它的价格就会很低。那就回到台湾，那如果台湾觉得要便宜就喝它的，他觉得没关系。可是里面可能是有食安问题的，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台湾，应该还是要保护的。是有看哈，你徛在这个。不管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好，吼比较利益的立场也好，咱台湾其实刷来就真正会面对，尤其咱立法院咱也知影，吼一半。对啊，吼，干那一项就好啊，就可能咱完成半档。对啊，这应该爱如何对全国的国民来讲这个故事，讲咱台湾面对着这种，那是咱。是全世界拢面对着中国这个特殊的这个体制所生产的这个物品，咱应该按如何来看待？包括数位嘛是共款啊，要看 TikTok， 嘛要看伊的 APP， 要买物件，要创啥？对啊，我是感觉讲吼，中国伊有足侪产业吼，伊拢有一个伊有的政治目的啊。你不能否认，就是讲咱讲咱的国民讲。哦，你面对中国，你袂当否认他的政治目的。譬如讲，亲像咱的产业，咱半导体也是，阮拢是正正当当咧做生意。
但是因所有的产业，包括汽车、包括钢铁、包括你伊的半导体，拢是有伊的政治目的。所以面对伊的政治目的，这是阮家己在使用伊的物件，还是甲伊买物件的时阵，当然有一个危机意识。吼，你是不是？就比如说伊的政治目的，你是不是爱有一点稍微有一寡防备安尼？啊，伫个国际贸易嘛是共款。所以为什么 WTO 伊当初是入去 WTO 的时阵，美国甲欧洲拢希望讲，伊入去了后会当改变伊的体制，啊，改变伊的制度，啊，伊当慢慢接受咱这个游戏规则。你也知影，这个国际贸易就敢若赛局理论共款，你一个人无讲信用，这是规个拢拍歹，无可能讲全世界为着你一个国家，吼啊，我特别准许你会当不守信用，无可能这项代志，吼，所以变做是讲，咱针对中国吼，其实咱真正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意识啦吼。所以讲，我拄仔就讲，这国安的产品、国安的产品哦，咱真正要家己保护好家己，吼，啊嘛爱甲一寡民主的国家来合作，啊，咱以后的产业，比如讲你做汽车还是做钢铁，你都是这供应链尽量爱有去甲这民主的国家，较善良、甲阮同价值的国家来合作。啊，因为中国未来啦，伊对这全世界吼，伊是愈来愈不满啦。伊不满美国安尼甲拍啊，伊不满日本啊，不满台湾啊，伊所有的产业拢有伊的政治目的，这是上恐怖的。我是感觉这项爱互大家。要有一个危机意识。刘先生，你也稍等下，我请这个李老师伊在线顶吼，上后要2分钟，互李老师吼，啊，刷来才叫刘先生。李老师吼，上后要一个问题吼，他都一直讲到这个国安问题啊吼。咱过去咧处理讲反倾销啦，还是讲公平贸易啦、公平竞争的时阵哦，大多数拢无想到讲，世界上有这中国这种国家。吼，过去苏联嘛毋捌安尼啊，吼，伊嘛毋捌安尼用啊。恁要安怎如何来应用，还是安怎思考讲啊？这个结果当中，咱如何要来避免讲，咱会造成贸易的壁垒啊？而且佫会当保护咱台湾的产业，佫有咱国家安全，一举救全部安尼，敢有？有啦，就是讲，咱原来是鼓励这全世界自由啊，因为咱台湾是出口国家，所以希望讲全世界愈自由，对咱台湾的产业愈有帮助。无啊，大家拢敢若顾着每一个国家的产业好，咱台湾的贸易做袂出来。所以自由是咱唯在坚持的，但是在自由的过程当中，咱要保护咱个产业，避免因为外国的这个无公平的竞争，甲咱产业拍倒。所以对这个国安，因为咱的国安产业。好，也是因为无公平造成咱国安的问题，啊，咱的新兴的产业，弱势的产业，咱政府就要适时的依照 WTO 法规吼来保护咱的产业，啊，安尼就是讲在保护甲这个自由一个平衡的过程当中，互咱的产业更较有竞争力吼，啊，就唔惊别人来对咱，而且就是咱台湾真侪产业拢是世界第一名吼，所以咱只有讲。希望讲是迄个全世界愈自由愈好，但是阮咧希望即个自由过程当中是在一个有法治的这过程当中来大家进行啦。安尼咱台湾的产业会发展得更较好，啊，咪保护到咱家己未来的弱势产业，搁咱的新兴产业，搁咱国安产业啦。这是我对今日即个主题一寡想法，甲分享给大家，多谢。好，感谢李老师哈，谢谢，感谢刷来有经济。是我感觉吼，台湾上大的敌人毋是中国，毋是中国共产党，是内部家己。其实吼，你看台湾做者产业，其实本来拢做得袂歹，但是因为开放，因为唔对的政策，所以拢已经稀咧咧，啊嘛，做者拢已经消灭啦。包括我过去上熟悉的，就是台湾的麻鱼，吼，本来拢出口去日本，继续做好的，中国就想尽办法甲你讲，我吼福建。你来，嘿，你着对迄个苗吼，麻仔我着甲你收来，收去伫遐，啊，佮甲你的人技术全部拢扭去了，伊着对伊中国开始拍去日本，所以足侪包括足侪农业，
啊，像拄我讲的麻鱼，啊，搁一寡台湾本来拢过去足有竞争力的这个产业，拢已经发生问题啊。好，所以包括咱若注意想看讲，过去这八九年吼，若毋是蔡总统，搁即马老总统，咱可能吼。即马所有你目睭开看到的物件，拢是中国製哦。包括你可能鸡卵，逐工你食的鸡卵，迄阵咧欠鸡卵的时阵，为什么国民党遮的人会讲，中国遐尔啊近，啊你都毋买中国的，啊你走去超市去，毋知对吼？陈其仲你安尼甲你买国外的，哦，啊佮甲你官商勾结有无？就甲炮讲吼，你爱落台。所以若毋是因为讲国民党个。民众党遮的人家己做伙咧，甲内部制造动乱。其实咱看会到，包括你可能目睭剔开看到的，拢是中国电动车。因为足侪人嘛咧讲，啊是安那中国的电动车拢袂来台湾吼，足侪大商讲我伫遐拢做驶了袂歹，这就是上大的问题。所以台湾你若遮的制度无控制了好，你所有的物件拢变成中国的，所有包括。咱即马咧讲的是要安怎保护，要安怎处理咱台湾的米路，要安怎处理咱台湾钢铁。其实中国是逐项都要甲你泡倒，上好是你台湾逐项都依赖咧，这是伊的目的。好，感谢三位，谢谢。